117比82，廣東隊喺黃龍體育館大比分擊敗咗浙江廣華隊，贏低咗1/4決賽嘅第4場比賽，昂首挺胸，活住咁離開咗黃龍體育館。呢場比賽對於廣東隊嚟講非常之艱難，同埋非常之兇險。由於周琦嘅禁賽，廣東隊呢場比賽嘅內線注定係要靠年輕嘅內線。賽前我專登同阿張明慈傾過偈，同阿徐欣傾過偈，同阿張浩傾過偈，同阿黃明依傾過偈，希望佢哋可以加油頂住。張明慈應承我嘅，佢用好堅定嘅眼神話俾我知，冇問題，一定會頂住。結果張明慈喺第一節成為咗廣東隊最高光嘅一個球員。佢喺第一節3射3中嘅 field goals 攞咗7分2個籃板，好好咁頂住咗廣廈嘅開局。包括對住奧卡科嘅進攻嘅時候，張明慈都可以做到好好嘅嘢。呢個就係大家希望張明慈可以做到嘅嘢嘅。而張浩嘉喺第一節接管咗廣東隊喺3分線嘅一個嘅進攻。佢喺第一節係3射2中嘅3分球啊，亦都係幫助球隊喺第一節咧直接可以攞到31分嘅高分，亦都係有少少出人意外咁喺第一節就可以將個分差拉到雙位數。當然啦，坐擁主場嘅浙江廣廈唔會束手就擒，儘管佢哋冇咗胡金秋、冇咗李金霞，但係佢哋亦都好頑強嚇。佢哋喺第3節開始對廣東隊咧進行咗一個反撲，儘管曾經一度俾廣東隊咧拉開到30分，但係佢哋冇放棄到啊！咁就亦都係憑藉住主場咧，佢哋喺成場比賽有40次個罰球，咁啊，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廣東隊咧曾經喺第3節結束嘅時候咧，淨係領先對方21分嘅啫，但係已經吃過上一場領先23分，最終俾人翻盤嘅虧之後咧，廣東隊喺呢一場比賽好專注，佢冇再重複犯錯，而且有狀態神勇嘅胡椒仔喺第4節接2連3，好關鍵嘅3分，係幫到球隊重新樹立翻30分嘅優勢，最終亦都係可以順利贏呢場比賽。但係呢場比賽對於廣東隊嚟講損失好慘重嘅，因為二飛喺同許宗豪嘅一次對抗當中咧，佢嘅右膝嘅膝關節係反關節咬咗下，亦都係直接係擔架送到醫院。其實對於好堅強嘅二飛嚟講，咁樣嘅情況好少見。如果唔係冇辦法堅持嘅話，絕對係唔會俾擔架抬出去。咁所以亦都真係衷心希望阿飛隊可以早日康復，大步攬過。而另外咧，嗱，儘管張明慈喺呢場比賽亦都俾人哋打落地下，張浩個頭亦都曾經遭受過重擊，胡椒仔亦都俾人撞親嘅小掩，但係佢哋都可以好好將佢嘅心態保持，將自己嘅情緒保持穩定，從而咧可以喺呢一場比賽當中咧係有面對咁多不利嘅因素嘅情況下咧，最終都可以贏到。而我覺得廣東隊係成熟咗，我覺得廣東隊係進步咗，好多年輕嘅球員可以已經逐漸係退群啦，已經係唔再係番薯軍團。但係我希望呢啲表現可以延續到半決賽，甚至乎更遠嘅賽程，因為只有持續保持穩定，球隊先至會真正嘅喺比賽當中有一個好嘅成績。嗱，1/4決賽完咗㗎啦，喺呢度咧好多謝球員俾我哋帶嚟4場咁好嘅比賽，但係希望呢啲嘢繼續保持落去，屬於我哋嘅賽季仲未結束嘅。呢期嘅福本係咁先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